话，第该比较不合适啊，该比较当然因为工作是咱每个人的情绪管理情绪管理。那当然，这个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修行的过程之中。那我们一个人如果是在心境的提升，那当然遇到事情，那可能都受不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一把年纪，大家都应该有经过心理历程。那当然，你刚立法是讲而且依它整个过程，那离不开掉我们的情况，离开我们这个心，那一切都是心来。那刚才立法说一个人的事情都从外在的因缘来引起，那基本上不是从外在，从内心的这种无念，从内心的一种激动，缘起无好坏，好坏在人心。因为一切的缘起，如果你没有知道，那相对的就没有事情。那如果一个人在缘起，说这个缘起就是你遇到事情缘起来了，我遇到一个事情，好的事情、愉快的事情里面遇到了，那请问你能够去不执着吗？你能够去降服你这个心吗？这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有的人，他会自然而然的，不是外在的因缘，而引起到你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触动，而在内心的一种妄想，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这个才真的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在想，我们知道我们要入清净心，对不对？那我们这里有个妄想心，那他这个妄想，妄而不实，妄而不真，想而不实，这个妄想。就好像佛陀在讲，大部众生具有如来德相，但因妄想其中不能正来，说妄想其中不能正来。刚才提到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外在，你去盘点到外在，触动你的心，就等着点着你这种心灵的一个无念，就或者是这样讲到，我来做一个比喻。就好像瓦斯，那瓦斯，如果你遇到一根火柴，它怎么样？它爆炸，轰，它爆炸。那如果瓦斯，它经过一台瓦斯炉，那从瓦斯炉再开启火花来了，那你看它怎么样？你能够煮好很多的菜肴，煮好很多的东西来吃，它会很好用的。对不对？同样瓦斯，同样一根火柴，那经过瓦斯炉，你能够运用的非常好，也能够在你人生的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处理非常的适合适当。那如果没有这套瓦斯炉的方法，或许在做一个比喻。一个人有没有无明？一个人有没有无明？那一个人无明叫什么？叫做瓦斯。一个人的无明叫做瓦斯。那如果我今天心里一个愤怒，动我的怒，就好像一只火柴。当你今天你的怒，这个火柴已遇到什么？你的无明，那你肯定会灭亡你，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的启发，你没有办法控制。为什么？因为中间没有东西。如果我们中间有道，我们中间有道，我们中间有忍辱，我们中间有忍耐，我们中间有修道，那我请问，那你会爆发吗？你不会爆发。问题在哪里？问题在
在你整个修行过程之中，你没有把道放在你的心里，你没有把道放在你的心里，修道归修道，愤怒归愤怒，不满归不满，情绪归情绪，对不对？怎么样？因为你没有深根道，没有把真理，没有把道理，没有把这种忍辱的功放在你的心里。当你遇到处境了，你就怎么样？你就没有力量。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修到现在可以修，当然今天就要在情绪的管理这块非常重要。那情绪怎么管理呢？刚才或者是讲，法师遇到火灾，当然要用这台法师炉来管理，对不对？法师来管理，你们管理的很好，控制的很好，对不对？该火要大就大，该要小就小，控制的很好，对不对？就能够处理很好。当一个人情绪当一个人有无名啊，无名，我看无名就是法师嘛。我们从无始界来，所有因缘法不是头一句话要讲什么无名而起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从无始界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无名，他的无名或多或少，对不对？都有他的无名。但是问题，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人间里头，我没有办法管理我们自己，所以须菩提问佛陀还有个问题：云有忍住，云有相的脾气。我要怎么安住我的真心？我要怎么降服我的妄想心？我要怎么安住我的真心？因为真心要保安，也就是你的情绪启动太厉害，你的情绪启动太厉害。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修办的过程中，别人是给你一个下来的工作，我们助理给你一个下来的工作，我们领导给你一个下来的工作。或者我们部里面给你下来一个工作，或者我们组长下来一个工作，你看第一条感觉怎样？那么难，你看不起我，对不对？那是这个情绪，对不对？那是这个情绪，你没有转变，这些人讲话快记我，这些人快记我，这种转变的功夫啊，这是我们修到自己有道才能够转变。这是你有德，你才能够转变。你没有道，你没有办法转变；你没有德，你没有办法转变；你没有道，你会找很多理由身上。前面这里他们说我弄不了你，我不会说嘛。那么从南教里面，南教里面那么什么啦？我能提要关，我能提自我空间，我你得看你多几万个，那么讲呢？我们不用感恩的心来面对你这个情绪，你用愤怒、用不满，你就打个妄想，你就打个妄想。按照我来说，我们还讲光明大喜，我们何止来光明大喜啊，对不对？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个人的心态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每个人用道来管理自己的情绪，用德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所有你接到的工作，你会很感恩。无论是你的干部哪一位，从领任、从助理、从显然是助理，我们的领任、副领任，也是我们的组长所下达的工作。每一个人这样说，如果我们能够去把它什么承接，我们把它接受，我们很感恩的，我们笑笑的，我们很高兴的把它接起来。就是我们这次我们修观处长，因为我们这次在阿苏跟那个阿健他们在我们在那个平洲这一块，他们放了一个法律放了一个所以他们在整个财务这一块他们说可能去他要在财务这一块比较困难，就在前提他们就提出要办法律。那财务呢，当然一个会计，那有一个出纳。那因为会计当然找修官是最恰当的因为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会计嘛
那我请问，那秀官工作多不多？他工作非常多，我了解他很多。为什么？从途径，从他个人的工作，从到我的工作，教务处密密麻麻的工作非常多，我知道很多。但是他虽然很多的工作，但是或许要他来做这一块，他也接受，整个账目做起来，真的，然后我们讲真的有专业的一个领域，当然就是或者做拿士官处长说的比喻，或者也就是他很欢喜的，很高兴的，他很忙，我知道他很忙，他很高兴的去接纳这份的工作。要不然呢？为什么有的人就挥动了？所以既然做谁的做比较好，谁没有事情了，谁怎么样？问题点是点到你了，也就是你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再推给别人呢？对不对？就是说你情绪已经启动，你就不接受，你就不高兴了。那既然不高兴、不接受，你会情绪怎么样？当然爆笑啊，你会不满啊，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所上的课程就是情绪的管理，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干部，我们要知道，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所以我或许遇到很多，真的或许遇到很多，因为在国外的情绪，在什么，在启动的比较大。为什么？影响电子，有的人会思乡甲汤饮酒思想会思乡，情绪越启动，有的心理不准，但是遇到事情，他会控制不了个人的情绪。有的人是从你内心的这么一个思想自在讲爆发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当一个干部人才，在情绪管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也要非常的谨慎自己。咱讲讲古人讲，情绪上下来呢，也反正会比较纠结。你研究了，前一张你如果是干什么就把那个纠结。我们一个火花，我们就把它爆掉了。所以你看我们讲烧花水，烧那个红电拿是吧？最大100公里啦，烧掉5公里，烧掉5公里，所以我们非常谨慎，也非常小心。当一个干部也不应该发脾气，也没有理由发脾气，因为你是老天同师送的代言人，这个非常重要，也不允许你有情绪上太大的，当然小点情绪这个是 OK 没有问题，太大的情绪的反应这是不行。讲不好听的话，我说我们还是不及格，在修行是不及格。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讲有20回了这反正我们的理解是跟我们上了这一课的情绪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整个干部人才过程中要谨慎自己，你要怎么去管理你自己情绪管理，而不是管理别人，你要记得这句话，不是管理别人是管理你自己刚才立法指导都讲的，对不对？有时候在家里忙怎么样不开家，上帝没有人见家，还在那边看什么？还跳了二郎腿还是什么？他说还有秀峰，还有牛肚，对不对？还有做这种的一个转念的心。如果今天如果没有办法控制他情绪，干嘛你现在还在那看影片？我这里楼下各种还在说什么？那你去进去，那肯定是这种世界末日来了，对不对？那世界末日来了，有的闹得比较厉害，怎么样？你走的有人找我走
或者独木桥，这句话他讲出来，那个人脆弱，经济观念确实是这样。那一个没有表现，一个没有解释，整个家庭的破裂，对不对？所以说，情绪管理是你自己管理自己，不是管理别人要注意，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刚才孔明也是为我们上这一课，那最后祝各位身体快乐，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感谢人师的言道鞠躬，尊道鞠躬。一般向无极南无十三鞠躬礼，言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人师的鞠躬，尊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人师的鞠躬。一起持下向无极南无十三鞠躬礼，言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下全人鞠躬，纵下全身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下全人鞠躬，纵下全身鞠躬。好，大家好。开了。